你们宿舍怎么感觉气氛怪怪的？哎，没事儿，闹着玩儿的。队长，哎，学姐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，凌霄跟少年他们现在不是不在文艺部了吗？所以我想推荐你去竞选部长。我？啊，不，我可不行啊！我哪儿行啊？什么呀？有啥不行的呀？再说你还是你们班班长呢。哎呦，班长就是帮导员给同学传达一下上面的事儿嘛，那跟管理文艺部可不一样啊！我真不行，学姐。其实我现在就只有一个顾虑，丁檀他肯定会去竞选部长的。说实话，我就是不想让丁檀当这个部长。你知道的，咱们文艺部女孩那么多，哦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学姐，你真的好细心啊，后面事儿还这么尽心尽力的。毕竟在文艺部这么久，对他有很深的感情啊。我也希望我走之后，能有人把文艺部做得越来越好。这就需要一个好的、有凝聚力的领导者。对。学姐，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绝对靠谱的人。